從 CTI 搞回撥 IDD 開始，王維基就俾香港人認定係不折不扣嘅香港仔，仲要係香港典型嘅叻仔。佢搞唔成電視，香港人都會同喜同悲。之後佢搞網購，仲被吹奏成香港人嘅驕傲。甚至過去天貓，而家京東要入香港市場，好多香港人都同仇敵愾，槍頭向外。唔好意思，槍頭應該係向內先真。總之個風向就係香港人用香港網購，但留意翻佢哋嘅平台其實都有賣好多平行進口，即係水貨，當中更有不少嚟自中國大陸嘅貨品。網上總有啲人不斷為佢吹奏，當中包括設計、做創意工業嘅廣告業內人士，佢哋成日提到佢嘅廣告好有創意，當中亦都有人聲稱同佢一齊做過嘢，以為同佢拍過片，以為同佢混熟咗，就得出佢個人冇架子。甚至佢嘅頭腦諗法係超越凡人，以至廣告界專業認知。仲有人表示跟過佢都會學到好多嘢。總之就口水多過浪花。唔該，唔好同我哋講到佢咁神。本人唔係基督徒，唔反對人拜偶像，但係人應該時刻保持理智。宗教唔單止導人向善，仲會令人變得冇獨立思考，蠢咗。純粹作為一般消費者，以一般人嘅視覺同埋認知有問題，所以我先要問點解釋。王維基當嘢物流做唔好， CS 做唔好，買餸又做唔好，連代購名牌都有假貨疑雲，仲上埋新聞。再遠啲，又點解明明冇電視製作都簽咗陳錦鴻，白俾人工佢幾年？初開 HKTV 魔檔嘢，亂使錢喺全部地鐵站包攬晒成個月台嘅廣告，錢從何來？佢老哥有錢，但係小股民嘅錢都係錢，有錢就可以任性，但係作為一間上市公司，點可以咁自把自為啦？喺一間公司裏面，唔同部門嘅員工都有為公司做貢獻。喺前線同佢衝鋒陷陣嗰班先係英雄，尤其係自己公司硬件同軟件本來都唔係好，前線同基層員工壓力可想而知。反而一班同佢做創作嘅人就得寵啦。同你呢班人拍嘢根本就係圍威喂。你覺得佢同你哋同撈同煲？事實係善財唔出，冤枉甘心。老細不惜工本使大嚿錢做宣傳，仲要身體力行親身跟進，其實不過係刷存在感，屬於公司形象工程嘅一部分。人力同資源根本不足，亂咁使錢，資源又錯配，結果購物體驗、送貨同客服咪成劈屎。拍啲靚嘅畫面，有 noise 有 slogan， 咁又如何？明明呢樣唔得，嗰樣唔得，大家都有眼睇。宣傳片拍到幾靚都冇用，你要講到佢好專業咩？其實只不過係喺你工作範圍以內所見到嘅佢。眼前個鏡頭係好靚啊，但同一時間玩差別待遇，愧對自己員工，送貨出問題又係硬食。再講黃先生對小商戶嘅壓榨更加罄竹難書，上架費貴，動輒罰錢，硬食退貨。平台有 campaign 小店要分擔成本，話佢係神人，將佢以前嘅成功捆綁埋一齊，先覺得佢係神啫。喺 HKTV Mall 打工嘅前線同上架嘅個體戶得到咩待遇？根本就薄比厚此。相比起嚟，最冇貢獻班人其實係宣傳拍片諗計嗰班。有人會話做呢個位置嘅人係無辜，但係其實你哋冇一個係蘑菇，一路不斷吹奏佢係神人，根本就言過其實。講開宣傳，佢哋似乎都唔會重用公司內部宣傳團隊。的確，如果請啲員工係掂嘅，應該好多嘢都可以不假外求。點解啲員工唔得？咪又係因為公司請人壓價壓到平一平，請啲員工唔係扎扎地就係中層費，所以先至樣樣嘢都要 outsource 咯。但係樣樣嘢都要高層甚至老細出面去搞 make sense 咩？作為老細係要喺幕後諗高層次嘅嘢，諗公司發展大方向，而唔係樣嘢都親力親為，然後刷存在感。講親王維基，香港好多人都捧到佢上天，講到佢係好老細，佢啲嘢又有諗頭。好多人講嘅都係言過其實，以前成功係以前嘅事，但係佢而家咁，肯定唔會係成功嘅公司應有嘅架構。明知唔得都要堅持去做，係黃先生經常俾人稱頌嘅做人做事態度。呢種挑戰自我、面對強敵不服輸嘅態度，足以俾美大衛打到哥利亞。甚至有同佢打過工嘅人會話，未做就話唔得，只會俾佢 fire。我只覺得呢一種絕對服從，說穿咗只係典型香港老細嘅風格，完全流露咩叫剛愎自用，唔信專業，又輸打贏要員工事先話俾你聽咁做唔得，俾忠谷你，其實先至係忠心盡責同專業嘅表現。更何況得咗只係等於好彩，唔得係咪等於冇後果呢？使大咗
年尾計唔啱條數，咪又係揾啲基層員工嚟劏，呢啲叫做一將功成萬骨枯啊！推崇呢啲管治風格，仲要當佢偶像，愚昧嘅信徒千千萬萬，你哋可能真心唔知，又或者係見到彈炸唔知都未定。Anyway，愚忠助長怪物變成完全體呢個問題，實在值得令人深思。不過又咁講，想得到老細關照，當然要識得欣賞佢。但係如果為咗老細不斷俾大嘢你哋製作，從而投鼠忌器，當佢神咁拜，為咗一張飯票而要學識欣賞國王嘅新衣，更要埋沒良心廢話連篇，唔好咁擦鞋得唔得呢？都幾肯定最唔專業不知所謂係你哋。